傷嘅人數咧都係比之前多。有一種感覺咧，大家會好擔心，係咪尤其是旺角呢度已經開始有啲好進入一個非常之危險喎，即係可以講係做一個臨界點啊！隨時咧邊一方面咧有多少少嘅行動咧多一步嘅時候咧，就會爆發啲我哋最唔想見到嘅事情。其實大嚿即係我都知道你即係撐佔中㗎啦。其實你覺得係咪時候叫做退翻落嚟咧？就琴日全個時間我喺現場啦，即係我琴日8點幾到，我到今朝早7點半至走啦，我都係啱啱離開現場啦。咁就基本上成個嘅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和平嘅。咁間中有啲嘅衝突咧，就係有部分嘅青年人士係希望能夠重新翻旺角啦，因為警方琴日即係喺晨早5點鐘喺用突襲嘅形式咧，就趕走晒啲示威者咧，咁令到好多嘅市民感覺極度憤怒同埋不滿啦。咁所以琴日講一大部分就係啲民眾示範咧，亦都有部分係學聯嘅朋友同埋學民協調咧，就動員金鐘嘅學生咧，就翻到旺角，要從住呢個旺角嘅佔領啦。咁所以琴日嘅衝突嘅成因係太多嘅。因為警方冇咗防，咁就群眾係要佔領翻。但係如果大家知道咧，就其實喺12點嘅時候咧，香港新嘅時間12點咧，係警方最後決定撤退嗰個嘅防線，去翻到呢一個嘅亞皆老街同埋彌敦道嘅。咁喺警方撤退之後嘅問題係相對地緩和同埋呢個嘅解決咯。大個我都想問下你咧，其實而家旺角嗰個情況咧，到底有冇出過譬如話領導嘅單位，定還是係即係基本上自發嘅，所以就都冇乜邊個能夠話到即係自己進退咁樣啊？群眾運動必然有一定嘅領導性，亦都有必然群眾嘅自發性啦，咁係相互相成嘅。咁但係基本上群眾係了解到整個運動係一個和平非暴力嘅。咁當然即係你要推進某啲嘅點咧，群眾係冇用任何嘅武器啦，佢哋都係用個身體向前即係推進。咁但係當警方發覺群眾向前推進嘅時候咧，就用暴力，用呢個警棍搏打啲示威者咧。所以你見到啲衝突嘅場面咧，都係群眾用嘅身體，而警方咧係用呢一個嘅武器啦。咁所以即係講嗰個暴力，我相信群眾採用暴力係少之又少嘅，最多都係有把遮擋住呢個胡椒噴霧，亦都唔會有任何武力呢個打呢個推警方嘅情況咁。咁所以嗰個和平嘅原則，群眾係大部分係遵守嘅。咁但係大概如果以策略上嚟講咧，就當譬如真係嘅佔中人佢哋都有兩派啊，有一派可能覺得即係旺角係不能不守嘅，但係另一派就覺得都係時候啊將嗰個嘅集中擺翻金鐘嗰邊，你點睇啊？我自己由始至終係堅持守旺角嘅。咁就正我一齊翻去之後，我都差唔多長住旺角啦，我喺度瞓咗好多晚啦。咁琴日全程我都在場啦。咁就基本上旺角喺戰略上，我覺得係重要嘅。即係如果你守到旺角咧，金鐘就較安全嘅。因為兩個地方係令到警方喺採取行動嘅時候咧，係受到呢個牽制。同時，旺角本身嘅地方喺香港嚟講係有特殊嘅價值，即係大家都知道旺角其實係香港市民嘅即係舊香港嘅中心嚟。即係啲人對旺角係有感情嘅，都有佢嘅特殊嘅意義啦。咁至於你話如果旺角唔安全，咁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唔存在嘅。其實你而家話所謂啲黑社會打呢一個市民咧，好多都係新界元朗屯門嗰部分嘅黑社會出嚟都係滋擾嘅。當然有部分亦都係旺角嘅黑社會啦。咁但係黑社會打呢個示威者，並非單單淨係喺呢個嘅旺角，喺銅鑼灣啊，喺呢一個嘅即係金鐘啊，都係有出現嘅。咁大嚿其實而家嗰個彌敦道又再即係封翻啦，其實會好可能地啦，會再激發好多反佔中人士去再衝擊呢一班嘅學生或者係示威者。其實大家都未必願意啊，唔想再見到示威者俾人即係拳打腳踢或者俾人打或者俾人襲擊。其實點解唔選擇可能
嘅市民暫時舒緩一口氣咧？因為其實如果而家嗰個彌敦道再長啲，即係再佔領長啲，其實住喺旺角社區綠置居會更加嬲㗎嘛。我哋都聽到新聞就係話有人喺高空擲物，已經係掟啲示威者。嗱，咁就任何抗爭必然會引致到部分市民嘅不滿啦。就算譬如你加拿大早前呢個 BC 省呢個嘅教師罷工，係嘛？咁好多家長都不滿啦。咁你抗爭就必然引致即係不同社群之間嘅矛盾同埋衝突。咁你用佔領呢個形式係一個嘅不可為而為之嘅做法，因為你要增加壓力俾政府要就分政改嘅談判。你香港人有咩招數啫？係咪傾都傾咗成即係10幾20年啦？咁你基本上政府亦都做到爛尾，早前應承咗林鄭即係政務司應承咗同學生開會，佢最後都取消咗啦。咁即係變咗佢係完全闊佬爛尾嘅形式咧，因為佢全權在控制一切。如果你唔用一啲嘅較為激烈啲嘅抗爭模式咧，香港爭取呢個雙普選係永遠冇希望嘅。咁所以即係你好多人就話你唔好影響人哋啦。你冇雙普選係影響香港嘅市民喎。你冇正式嘅民主係令到香港市民嘅自由啊，香港市民嘅生活係日漸惡化。所以即係講呢一個嘅即係啲所謂一啲嘅説話咧，我覺得係冇意思嘅。你而家要解決一個深層次矛盾嘅問題咧，就必然係引致到多方面嘅對峙或者係呢個矛盾嘅激化咯。咁但係大個位再問多另一個就係、會發生啲咩事你先至會叫學生撤咧？係咪真係去到即係我開槍咁樣？嗱，我哋即係基本上即係人力同埋我自己都係全力支持學生領導嘅一個嘅學生睇法嘅本土嘅民主運動啦。咁就至於當然最好就係我哋學生嘅要求得到合理嘅回應，我哋未接咯。如果一日即係嗰個訴求，學生提出嘅訴求，政府係繼續拒絕咧，我相信呢個抗爭運動係唔會停止咯。咁啊，即係話，如果唔會停止，咁可能我哋預期就一段好長時間呢個佔領行動繼續㗎咯喎。嗱，如果警方最後用暴力清場，咁你會暫時啲佔領區會即係被呢個開翻啦。咁但係喺適當時候，群眾又好似琴晚咁去出現，咁譬如你警方喺旺角亞皆老街同埋彌敦道多嘅，咁佢哋咪去佐敦道同埋呢個彌敦道咯，或者去呢一個嘅新填地街啊咁。即係你睇下嗰個流動佔領嘅模式咧，係令到呢個政府係難以呢個控制嘅。譬如同樣嘅情況，個焦點雖然喺呢個彌敦道咧，但係其實最後令到警方撤退嘅咧，就係因為有幾個事件，包括上海街同埋亞皆老街，包括呢一個嘅山東街，同埋即係另外有2、3條街咧，群眾都係自發去佔領咗嘅，咁導致到個火頭四處咧，令到警方疲於奔命咧，最後先喺彌敦道撤退啫嘛。咁所以即係群眾運動底下發展嘅模式咧，我相信你用警力，就算你同埋解放軍都好咧，係未必能夠完全操控到嗰個政府咯。咁啊，嗱，多謝晒你啊，大狗啊。咁啊，因為呢件佔中嘅事件，我哋預計咧嚟緊都會一路發展落去。咁啊，好希望咧不久將來我哋繼續同你喺電話上面咧去即係傾下個最新情況。好，拜拜。多謝你，好，拜拜。咁啊，剛才咧立法會議員啊，係大狗啦，就講出佢對即係佔中嘅睇法。咁啊大家又點樣睇啦嚇？咁啊，即係我知道咧已經有聽眾咧係咁咧喺度咧，我都想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呢個咧就唔係話要去睇佔中或者買佔中，甚至一定第二番人咧，我都會即係想分享下。